平安哦，有，可以哈，这个声音好。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听得到我的声吼？好，赞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今早起，咱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啊！请手机还未关机的，请关机，请关机，还是开做震动，哦。来，咱今日要用的信息，伫信息71首，甲信息第305首。咱来伫礼拜进前，咱来串联这两条诗歌。咱来看第71首，我心俄罗至关上帝。这条歌内底有5集哦，边仔阁有1集，第5集伫咧边仔。小等咱用的时阵，爱看到讲边仔有第5集。哦，啊，第4集开头是人若下天，花草无生；人若下天，花草无生。嘿，咱即摆来用第1集、第4集、第5集，咱做伙来用。我心俄罗至关上帝，万民拍拜伊卡的，烧会伊伫下面满满，咱着俄罗来君王，俄罗金红，俄罗金红，俄罗因王我君王。第4集，人若下天花草无生，大风吹来就扫清。虽然人类历史变迁，上帝永远袂改变。俄罗我主，俄罗我主，俄罗我主大人主。第5集，天使世人当心敬拜，条件移民当好势，日我心情拍拜恭敬，因是俄罗因无天，俄罗称赞，俄罗称赞，俄罗主名高永远。咱来看信息第305首。信息第305首，这首大家都真熟啦。我是为基督。咱来用第1集甲第4集。是为基督，是伫日夜有雨，我的心望主的国，做你真中路步，为主背是日家，好大真无体，真中到死拢无放下，为主背命到尾。好，咱今日诗歌串联到这，咱准备心来进行礼拜。
耶和华，我对深渊求救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愿你耳孔来听我恳求的声。主耶和华，你若救看罪恶，是谁徛会牢？总是你有赦免的恩，要互人敬畏你。信诗第71首，信诗第71首。我心懊恼至高上帝，请会众起立。咱犹原徛伫来读新的诫命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诫命予你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你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真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应文第27篇，启应文第27篇，我来启。请大家来应。耶和华，我对深渊求救你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愿你耳孔听我恳求的声。主耶和华，
你若救砍罪恶，是水徛会牢。总是你有赦免的阮，要互人敬畏你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伫听候。伫伊的话，我有盼望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手坚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比伤坚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啊，你着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伫耶和华有慈爱，伫伊有丰盛的救赎，伊的确救赎以色列。脱离伊一切的罪恶。咱共心来祈祷。感谢上帝，使阮身躯会当去体验即个世界种种的一切。阮对出生来开始，就是为着要来拄着你。咱人生有足侪无如意的代志，啊，毋过美好的代志嘛是算也算袂尽。感谢上帝看顾，使阮勇气来去面对遐个无如意的代志。嘛感谢上帝，使阮丰盛的旅程，互阮学了去听别人，去享受真侪欢喜甲惊喜的代志。阮诚做你的器皿，你疼的子民，阮应该爱时时甲你放做第一位，迄个上重要的位置。时常来找求你，来倚靠你，诚做你福音的证，去用上强的身体、上强的心灵去听遐个毋捌你的人。阮安尼来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学老信歌队要学老的诗歌是要出大声上帝唱歌。
文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马可福音13章第28节到第37节。恁着学无花果树即个比喻，当鸡卵烧发的时，恁就知夏天近啦。安尼，恁看遮个事，就知是近到门口啦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世代也袂过去，到遮的代志拢成，天地要毁无，我的话袂毁无。若是论迄日、迄时，人毋知，伫天里的天使也毋知，囝也毋知，独独爸知伊。着谨慎、谨慎来祈祷，因为你毋知迄个期是伫啥物时，是亲像一人离开伊的家去出外，将权交代伊遮的奴仆，有派工互逐人做，搁吩咐过门的着张持。所以，恁着张持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啥物时要来，迄是日暗，迄是半暝，迄是加提，迄是天光早。惊了伊忽然来，拄着恁伫困。我所甲恁讲的，也甲众人讲，着张持。讲道，今仔日咱感谢，搁欢迎。南雅教会黄心怡牧师来到建新教会来敬道，题目是怀抱谨慎的心。大家平安。我的声听清楚吼。好，伫讲道大先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上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做伙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。也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中间，互阮所听的、所讲的，拢通成做阮众人的利益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今日为着即个文理事工奉献主日，我牵咱义杰牧师交换讲台。我是即个伫天母遐的人雅教会，毋知影咱敢有听过人雅？有的人有听过，有人可能无讲介熟。无要紧，等下我会聊讲着我的教会的一寡故事。今日因为即个文理事工，所以我有一个机会，通咱大家分享。义杰牧师甲芝梅牧师是我的学长姐，所以因拢是我的前辈安尼。也想要邀请大家人继续来为即个文理事工，为信徒来透过读这些文物，来互咱来装备、来培育、来为遮个来祈祷。也想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，来为即个文理事工来奉献。好，这是我的任务讲完了后，我要进入我的信息。伫今日要进入即个信息的大先，我要先问咱一个问题：毋知咱大家敢有迄款真想要知影结果，却真惊若知影结果会来受伤害的迄个经验无？敢有？咱加减减拢有吼。我最近其实我最近拢咧请育婴假，我请育婴假拢去伫即个新店的即个更新医院，敢有人知影更新医院？我伫更新医院咧上一个课，叫做临床牧灵关怀的一个课程，就是讲爱逐工到伫即个病房去甲遮个病人去讲话去对话，互因一寡安慰甲一寡信息安尼。所以我逐工拢伫即个病房内底咧陪伴安慰遐受苦的人。特别最近我受分配到伫即个儿童的病房儿童病房，其中一个我伫关心的一个囡仔，伊是一个毒宝宝。敢有人知影毒宝宝是啥物？毒宝宝，对，伊的老爸老母有食毒安尼，所以伊一出世，伊就有一寡毒，有一寡食毒的迄个所留落来的一寡影响。我去关心的这个囡仔，伊已经住伫迄个病院，住伫更新医院，已经住几啊个月啊。因为老爸老母食毒的关系，这个囡仔伊自出世，伊的迄个发展就较慢，比别个囡仔搁较慢。伊的迄个四肢吼，伊的四肢拢是乌色的。咱看咱的即节
咱是肉色的嘛，对无？可是伊的即节啊，遮拢是乌色的。啊，因为恁敢知影为虾米是乌色的？毋是互人拍啦吼。食毒主要是因为食毒，互伊的迄个血路吼过袂去，所以因为过袂去，伊咧学习咧像囡仔咧学爬啦、学徛啦，伊拢还袂晓。即马差不多要1岁啊，佫还袂晓爬，连翻身拢佫真困难。因为即个囡仔空我的细囝，空我的第2个我的后生差不多大汉，所以我看伊安尼，我特别毋甘啦。阮囝即马差不多嘛1岁。啊，我会记得伫我有伊的时阵，伫迄个怀孕的迄个中期的迄个时间的时阵，有一个自费的产检吼，伊要看你的腹肚内底的囡仔，敢有一寡先天性的一寡病无？毋知影是毋是做妈妈的关系？迄规个头壳吼，伫遐受东受西，对伫要去做检查的前几工仔，我着一直问阮先生讲吼，我讲。色素、卡素，若即个检查出来囡仔无健康，安尼检通甲生出来。啊，若无健康，检毋是对即阵开始，就互咱家己伫遐咧烦恼东烦恼西，伫遐咧忧愁。咱是毋是莫做即个检查？毋知影若准讲是你，敢会惊去听到迄个你无法度掌握、无法度承担的结果无？啊，有一工，我想咱拢会去拄着等待医生宣告讲，咱的身体可能倒位出问题，搁剩偌济时间，或者是讲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有真侪你无法度去料算会到的意外。所以，望今仔日即段信息、即段经文，对伫你、对伫我来讲话。咱若手头圣经，我真邀请大家会通做伙摕圣经来看即段经文。咱做伙来看伫马可福音13章。马可福音第13章，咱做伙来看圣经。这段经文是耶稣伊伫回答门徒伫13章的开始所问耶稣的问题，耶稣伊的回应甲伊的教示。这段经文是耶稣在回应一开始门徒对耶稣的所提的问题，耶稣的回应跟延伸。伊讲，迄时耶稣拄啊分享关系寡妇奉献的信息，伫12章的结尾对无？耶稣在讲即个寡妇伊所奉献的即个信息。过无偌久，耶稣怎啊为即个圣殿行出来？有一个门徒对伊讲，伊讲老师，你看，这石头遮尔大块，建筑物遮尔东方，遮尔水。咱爱知影讲，即个圣殿是安怎？是已经受毁坏，搁重新起好势的圣殿，所以咱叫伊是第2圣殿。讲即个圣殿是第2圣殿，所以咱爱知影讲，伫早期以色列受掠去即个巴比伦，圣殿毁坏以后，咱要看嘛用偌济时间才重新起来。我们猜猜看，这个第2圣殿用多久时间才重新建起来？40年吗？好，刚有40年。要不要猜猜看？猜对的没有奖品，用70年才起起来。所以伊这每一块砖仔角吼，拢是经过真详细的迄个度量、详细的设计，才重新起起来。为内底到外口，无有一个所在，毋是经过迄真细腻的度量，拢用迄个材料，拢是用上好的。品质上悬的物件来起造，因为安怎？因为这是因失去佮重新得到的圣殿嘛，对无？所以伫门徒因面头前，即个圣殿已经经验500年的迄个历史啊，游园是遮尔水，游园是遮尔东方的一个建筑物，对因来讲，无有任何一个建筑物通来比拼。即个圣殿是犹太人的骄傲，嘛是因生活的中心。只是咱来想看觅，当一个圣殿、一个建筑物遮尔真小心、真细腻的起造、咧装潢以后，即个圣殿的使用会安怎？人嘛会得咧搁较小心嘛，对无？所以伊的限制就会变搁较侪嘛。咱若去过一寡教会伊是古迹的教会，还是安怎？
可能就无法度有真侪砖塔嘛。上好你拢莫叮当，这是因为真细腻咧起造圣殿，所以伊限制变搁较侪。不过当门徒对耶稣讲，咱看圣经，伊讲。老师，你看，这是偌尔啊了不起的石条，偌尔啊了不起的建筑物的迄个时阵，耶稣安怎甲回应？耶稣讲：恁在看遮个大的建筑物哦，伫遮的一切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一块石会贴伫别地顶面。哇！耶稣你啥物意思？耶稣的话，互遮个门徒感觉真晴天霹雳嘛。伊毋是应该爱认同门徒因对伫这个建筑物的迄个俄勒吗？不是应该要跟着一起赞同、一起认同耶稣这个建筑物的美吗？怎样可以讲出遮尔使人惊吓一句话咧？这毋是遮尔无简单，较起起来、重新起起来圣殿，搁要受拆毁？你是啥物意思？耶稣，你是毋是？咱若讲一句较歹听的话，耶稣你是毋是起笑啊？对无？这对伫将圣殿看作是中心的人，伊会偌尔啊料想袂到，偌尔啊无法度去想象，敢若听到一个世界末日要来到迄款的条件。如果若真正参像耶稣所咧讲，伊讲遮个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一块石会贴伫别地顶面，圣殿会受拆毁时，咱煞来问一个问题是问啥物？伫时对无？若准讲会互人拆毁，咱会问讲，安尼这是伫什么时阵会来拆毁？咱看13章的第3节，我们看第13章第3节。耶稣伫橄榄山顶，伊面向迄个圣殿坐伫遐的时，看到门徒面对伊讲，即个圣殿会受拆毁的迄个状态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，因怎挡袂牢啊？因怎私底下来问耶稣讲，请你甲阮讲。即个代志当时会来发生，这一切代志得要发生、得要完成的时，有啥物掉头无？所以面对即个学生因的问题、因的焦虑，耶稣伊安怎？伊拢正常发挥嘛，伊并无互门徒一个明确的即个答案。伊反倒安尼讲，伊讲吼，着谨慎，才要受迷惑。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，来迷惑真侪人。究竟伫什么时阵？这毋是干那门徒因的疑问，这嘛是我所咧无用的即个人啊，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。阮教会已经30几年，定定拢咧问一个问题，是即间教会敢会互人关起来？在我所牧养的教会蓝雅教会一直都不是很稳定。我们30几年已经换了11个传道人，一直拢真无稳定，嘛搬过真侪所在。可能咱正媒节也是咱的单长都知影，教会一定真侪风风雨雨，所以一直在关心人的人嘛，一直这嘛是因的疑问。若知影人的历史，才会成长的过程，可能拢比我即个菜鸟牧师搁较知影搁较侪，嘛有真侪感受。究竟伫什么时阵，怎样通知影？这是阮30几年来的疑问，嘛是真侪关心人的兄弟姊妹因的疑问。迄个疑问吼，是一款无助，是一款信仰的中心得要受拆毁的迄款的惊吓，是一款到底我通怎样去来封闭的迄款的疑问。阮最近才成做同会，为集会成做同会，其实嘛才3年的时间。这3年的时间，一直来回足侪届，拢咧问讲，到底当时阮才会当对即个足无稳定的迄个状况变做稳定。即马升过做同会以后，就开始有另外一个基本是，到底当时通来建堂？有人咧讲吼，阮伫教会伫迄个蛋黄区的蛋黄，刚有法度建堂。大家知道兰雅在哪里吗？在天母嘛，吼。对，我们在天母，所以很多人就说：哇，你这个是蛋黄区的蛋黄，还敢想要建堂这样？所以人生有真侪道路是你想要知影，却你无法度知影的事嘛，对不？我们的人生有太多，你好想要知道答案，却不知道答案的时候，人吼，因为迄个知影会互人有啥物？有安全感嘛，对不？
那亲像会通对伫迄个无法度把握的事有确信，那亲像会通去掌握，会通去控制。咱伫翁仔某之间，伫男女朋友之间，或者是老爸对伫囡仔的之间，上接问的一句话是啥物？我们想想看哦，爸爸妈妈还有男女朋友、老公老婆之间，最常问对方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爱不爱我？这个太肉麻了，不是？可能有啦，好，这不是最常问的，还有一句话，假爸喂，哦，这个很好，可是不是？我们常常会问说你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你伫倒位？你即马在做什么？我们会不会这样问？会嘛？有时咱问这句话是安怎？是出于关心。有时咱是真正想要知影对方现主时你伫倒位，可是咱想看觅哦，大部分咱是安怎？咱想要知影，想要去掌握你的行踪，其实是要互家己有安全感嘛，对不？我们问的这些问题，其实你想想看，最后都是为了安你自己的心，对不对？给我们有安全感。所以面对问道的疑问，讲这个代志伫时会发生，这一切的代志得要完成的时，为什么掉头的时阵，耶稣安尼讲，耶稣讲吼，关系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敢若爸知影。哇！针对问道的疑问，耶稣讲这无人知啦，囝毋知，敢若爸知影。真侪代志无人通知影，因为安怎？因为主权伫啥物人手中？主权拢毋是伫人的手中。耶稣伊所咧讲，即个圣殿哦，得要受拆毁。咱知影，咱若看后壁的圣经，咱知影讲，伊咧讲的是啥物？咧讲是指伊的身躯嘛，伊要行即个十字架道路。只是伫迄时，门徒因无法度理解耶稣所咧讲的话，因敢若足想要知影，讲耶稣咧讲即个圣殿会受拆毁，会是伫啥物时阵？知影，真侪时阵，哪亲像通去把握。可是，咱来想看觅，敢会有真侪时阵，迄个知影，反倒互咱无法度真确实来掌握咱所应当把握的事无？我们想想看，很多时候会不会那个知道，反而使我们没有办法确实去掌握我们所当把握的事？咱中间敢有学生，学生拢会有期中考、期末考，对无？敢会抵到咱拢会想讲啊，迄个敢会家己讲吼，迄时间得要到的时阵，我才来准备。有时都袂赴啊嘛，对无？真侪人会讲。等我65岁退休的时阵，钱有趁到额的时阵，才来去安怎？才来去有人讲服侍啦，哦，感谢主。才来讲去要去环游世界嘛，来去旅游嘛。可是咱想看觅，当你真正退休的时阵，你想要佚佗，你嘛有钱通佚佗的时阵，敢会安怎？无体力啦，对无？或者是破病啊嘛，对无？有时阵，就是伫人毋知影迄个明确的迄个期的时阵，敢会反倒互咱人通去警醒咧。有时候会不会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知道时间，反而使人能够警醒呢？耶稣讲，着警醒，着警醒，因为你毋知迄个时什么时会来到。如果时间毋是咱通把握，毋是咱通掌握的，毋是咱所通知影的，那安尼警醒。是上帝予咱人一个礼物，这个警醒帮助咱去做咱现主时所应当做、所应当讲、所应当行的事。所以耶稣用一个譬如讲，伊讲吼，亲像有一个人出外，伊将权交予奴仆，分配工作予逐个人，佮吩咐守卫小心顾守，所以着警醒，才免即家的主人忽然转来看到恁在困，因为恁毋知。伊什么时会转来？是黄昏，还是半暝？是天要光，还是日出的时？来，咱想看觅，即个奴仆伊的职分是啥物？一个奴仆，一个仆人的工作是什么？敢毋是完成主人所托付伊的代志吗？主人伊当时要转来，
是啥物人决定？是罗卜吗？是主人决定嘛？伊一个转来，敢若只要确定讲厝里所有诶代志敢有做好势就好，敢毋是咧？即个问题是罗卜伊敢有伫伊诶膝头、伫伊诶工作上做好势无？耶稣讲主人可能伫黄昏，也是伫半暝，是伫天要光诶时阵，也是伫日出诶时转来厝里。咱想看觅，黄昏时，敢毋是耶稣最后要上即个十字架道路，伊落尾甲门徒相坐道诶迄个时间吗？黄昏岂不是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，跟他的门徒一同坐席的时间吗？耶稣敢毋是伫半暝祈祷，伊诶门徒、伊诶学生拢伫安怎？拢伫困。假期的时阵，就是天要光的时阵，敢毋是彼得几届无认主的时，3届无认主的时，日出下早时，敢毋是玛利亚甲耶稣的门徒，到伫耶稣的坟墓，却认袂出迄个国我的主的迄个时阵吗？这个时刻，拢是主甲门徒同在的时阵，三角地地的时阵。可是门徒因敢有好势啊把握无？就是因为这个时刻，门徒因拢无法度好好把握，所以耶稣不断地讲，着警醒，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影迄个是啥物时会来到。警醒，伊毋是互咱去阻止迄得要发生，也是已经发生的代志。警醒是互咱伫逐样的迄个境况下面，咱拢通准备好势。就若亲像我讲到一开始所咧讲的。我问咱大家讲，你面对你的囡仔，真有可能检测出伊就是无健康的迄个几率的迄个产检，你敢会选择去做？我一开始不是有问大家说，如果你的孩子有可能被检查出有问题，那你还会去做这个产检吗？我起初真烦恼，嘛真焦虑，一直咧想讲是毋是莫去做较好，较免真正若知影讲这个囡仔无健康，那安尼阮即个做爸母的，毋是？伫还袂出世，就一直咧烦恼东烦恼西吗？我会记得伫我要做即个产检的就是要去出发的迄个时阵，我搁一摆哦，我就坐伫阮先生的迄个奥多麦的顶面，我就甲讲，还是咱莫去做即个检查。我说还是我们不要去做这个产检。伊安怎甲我回答？伊讲吼，做即个检查毋是要去避免生出无健康的囡仔，做即个检查。是提前准备怎样正做即个囡仔的老爸老母。哇，足感动，对无？嘛，因为伊的话，互我真安心。我知影，的确，囡仔敢有健康，毋是我所通掌握的事。可是我通掌握的事，就是我会通学习对即点开始，正做伊的老爸老母嘛。阮的教会人仔，毋知当时会想关起来，我嘛毋知。可是一直我嘛甲我的兄弟姊妹讲，教会存在，也是关起来，是抑久存在，拢是伫上帝的时间，甲伫伊的应允内底。无有上帝的应允，就是连一块石头拢袂落过。有一天，咱可能拢会面对教会要关门的一天，伊可能因为少子化，或者是今仔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真侪欧美的国家，因的教会拢关起来。咱若知影的话，真侪教会拢关起来。但是这一切若无上帝允准，怎样会有遮个代志？咱诚做耶稣的门徒，咱所跟对是啥物人？是基督嘛？咱所跟对毋是教会大细间，毋是即间教会是毋是真东方，是毋是真水，也毋是即间教会是毋是好业还是善业。耶稣讲，伫即个28节安尼讲，伊讲，着对无花果树学习。基半暝发叶的时，恁就知影热天得要到。亲像安尼，恁看遮个代志发生的时，就知影人子已经接近到门口啊！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世代也袂过去，这一切拢会发生。天甲地会消失，毋久，啥物袂消失？我的话，上帝的话袂消失。确实，无花果树是迄当时门徒学习的一个功课。那安尼，今仔日疫情也好，或者是咱人生所拄着的任何的意外、破病、
也是灾害，拢咧提醒咱，敢有好势啊把握每一个现主是无？所以，伫逐样的境况下面，咱通做的是啥物？咱通做的就是做好咱原本咧做的本分。你做一个查某囝的，你就是做好一个做囡仔的本分，去友好你的老爸老母。当听到遮尔侪会知的传来的时阵，互咱诚做上帝的即个管家的人，咱所通做的是啥物？就是管理好势上帝互咱的即个受造界。做一个门徒，跟对耶稣的人，咱的本分是啥物？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为主做见证、传福音。今日我在讲即个文理事工，如果咱有感动，你有见证，咱嘛也通借着写字的方式来传主的福音。所以毋免惊，迄个时间、迄个期，啥物时会来到？因为伊真正会来到，只是咱毋知。所以咱毋免惊，末日当时来，拢毋免惊，因为因带咱讲话是圣神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面对阮人生有遮尔啊多会知的，遮尔多的阮所料想袂到的事，遮尔多会破病、甲伤害，阮真着惊，也毋知影怎样通去面对。可是感谢主，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互阮看见，遮个日期、遮个日、遮个时，总是连人主伊家己拢毋知伫时会来到。可是阮上时也看见主你的圣神，也的确引带阮讲阮所应当讲的话，做阮应当做的事。主求你帮助阮，无搁去为迄个阮所无法度掠条、无法度去有算的事，来感觉来超凡、来忧闷，因为阮确信这一切的结果，拢是在你主你的应允的内底。愿主你引带阮，将一切交托仰望伫你的手。感谢主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免。回应诗第305首，我是为基督，请会众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咱要来介绍志和长老边仔的两位亲情，有吗？欢迎。咱会后甲志和长老来开讲，吼。遮来公道第一项的代志是，原主办展咱会当保守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来第望灵敏的日子内底来谨慎谨醒。第二项，咱为着遗体需要调养的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胡艺梅、杜昭、陈秀荣、赖胜雄、陈义立、林以诺、洪英泽、孙兆正，阁有需要复健的庄宝玉、刘慧忠、李碧莲、原田文子、林美金、李念之、叶秋霞，阁有伫化疗中的黄静茹、陈怡君、李雅娜，阁有我骹会痛疼的凯华。第三项，为卡努台风来过境连日豪大雨的灾区重建来祈祷，嘛为着昨昏甲今仔日出外的青少契夏令营来求因平安，充满主恩，咱来额头来祈祷。上帝啊，阮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，求主来看顾即个世界和平，因为你是赐平安的神。阮若有拄着无平安的代志，阮会当知影，阮即马敢若会当来求救你，你嘛会应允阮，而且赐下遮个平安互阮，互阮的心会当平静。身体的病痛，你会来医治，因为你是怜悯的神。愿阮拢会当时刻来求救你，时时来警醒，时常来仰望，直到你上尾要来的时间。
伫遮，我嘛要用主祷文安尼来祈祷讲：阮的天地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日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元灵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。第一项，今仔日主日是文理事工的奉献主日，咱感谢南亚教会黄心怡牧师的正道，嘛请为着文字事工所需要的关心奉献。咱义杰牧师今仔日嘛受派伫南亚教会为即个代志来请安甲募款。第二项，即个主日姊妹牧师是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来敬祷，主持传道师的就任。第三项，因为主日学校长史凯华执事的脚踝及持久未愈，为着要彻底来治疗，要结束即个职务，对今年的10月开始，由教育部的吕正美长老甲关怀部的许丽娟长老的职务会对调，就是正美长老本来是教育部的部长，换做是关怀部的部长，甲丽娟长老对换。另外，丽娟长老会接任主日学校长。第四项，原属于新生教团重庆教会的赖清光、赖俊杰、赖嘉南、赖嘉慧，小会接纳为本堂陪参会员。另外，接纳李亚娜姊妹来，会汇集对巴西长老教会来转入。第五项，9月2号礼拜六下午2点要召开小会，下午3点半会召开长执会，请长执来注意。好，团契消息，今仔日这2天6日是青少气夏令营，因在桃园来体验学习园区的进行，总共有16名的青少气的学生来参加。第二项，8月25。拜五的早起10点，双年团契的聚会，主理是姊妹牧师。第三项，8月27早起9点45青社团契的聚会，主理是杨秀瑶老师，主题是沟通情绪管理课程。我遮来甲个报告，我迄较无爽快的代志，是因为后壁有检查，顶礼拜较检查出来，因为已经疼3年啊，脚踝，是检查出来是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差不多爱先治疗半年，所以即马就是伫治疗中间。毋过即马已经有好真济啊，因为有用迄免疫的药，迄是甲免疫的有关系，所以即马爱调养身体，所以较麻烦。小会决定麻烦丽娟长老先代我主日学校长的职务，安尼才甲大家报告。好，安尼咱来上映第515首至新天父，阮感谢你，请会众起立。最后的黎明。
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着警醒，着警醒，主的确甲咱三个伫底。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信心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碟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请坐。未倒必回。